病很久，实在是实在长子。假如说拿方子嘛，女方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没办法生存下去，没有这个能力把这家重新组织上去，他就改嫁，所以就在这么多人做了。一般来说，妈妈砍下来出来，小孩就留着还跟父母、跟那个老人，就是爷爷还是奶奶。特别是我们这边几个小孩子，他们在学校放学了以后，回去还要煮饭，有的还要地里去种苞米，还去种地、种红薯，所以说他们非常的苦。我记得他们孩子来的时候，都是他们比较破旧的，有的脚上都裂开的，手也裂开。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說大學因為條件非常差。雖然佢哋啲世界為惡，但係上帝並冇撇下佢哋。由香港唯一基金會同美國各星基金會合作成立嘅中國兒童村事工，嚟到何氏市建立咗一間兒童村，收容呢啲孤兒，同供佢哋讀書，一直照顧到佢哋15歲初中畢業，等佢哋可以基本自立。初頭階段咧，我哋同埋基金會咧就係資助一啲國內嘅機構，咁咧就嗰啲機構咧已經係幫當地嗰啲兒童啊，當日咧就我哋有一個機構資助嘅就係呢個善恩村，咁佢哋咧嗰陣時咧就係有啲囚犯嗰啲細路仔咧就係冇人照顧，咁佢哋咧就照顧佢。咁我哋覺得呢份呢個咁嘅機構做嘅嘢咧好有意思啦，同埋咧喺藉住服侍嗰啲兒童啊，幫助啲兒童嘅期間咧，我哋都可以咧就分享到一啲我哋基督嘅愛俾佢哋。幾年之後咧，咁我哋咧就有咁嘅理想咧，我哋就想話興建一個兒童院。咁咧我哋嗰個咧就目標希望咧就起碼喺19笪地方，喺國內19笪地方咧，就每一笪地方咧都能夠建一所咧兒童院。就係咧就由華人基金咧就去產咧就營運嘅，咁然後咧就可以幫助佢哋國內嗰啲兒童。何氏市呢間兒童村係中國兒童村事工所興建嘅第2間院舍，由申請到攞齊興建嘅批文，只係需要短短幾個月。獻俾咗上帝，因為好愛呢一啲極艱難